工人们载歌载舞，热烈欢迎副委员长来场视察。是谁拦住了副委员长的汽车？哦，是康定孤儿院的孩子们。地震灾害和疾病夺去了他们的父母亲，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他们也和全国所有儿童一样，正在健康成长。今天，他们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路过，特地来到路旁，想见一见尊敬的副委员长的面。副委员长高兴地下车，和孩子们交谈，并向孩子们赠送了礼物。四川省藏文学校是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才创建的以藏文教学为主的学校。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来校视察的喜讯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把校园布置得整洁清净，用隆重的民族形式进行迎接。班禅副委员长视察康定民族师范队。藏文学校的学生要培养成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自己民族的，既有知识，又愿意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专门人才。党的政策太好了，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时，班禅笑着说，要勤奋劳动，争取尽快富裕起来。班禅是人民的副委员长，又是一位佛教界的领袖人物。他爱国爱教，在佛门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各寺院和僧众设帐焚香远迎，为大师洗去征尘。